后来今仔日是大学学测的头一天，考英文、国文甲社会，这届有12.8万人来报考。因为这个桃园病院爆发着群体感染，而这个病院车顶10多分钟的武陵高中这个考场，考生是挂喙罨，照规定来考试。这个大考中心嘛来开设着2间的防疫的考场。因为这个108考纲就落，所以今年的学测，防讲是越大的学测，中考生的压力相对较大。老师是亲上到考场，甲学生加油鼓励。小报高中，该摕若是识别证，该喷的酒精，该量的体温，一个拢袂使减。因为防疫，家长袂使入去考场，妈妈袂使入去，敢乃使伫外口等。其实大家都不好睡，我们也很担心会睡过头，那他也担心会自己太累，也是，明天考试的状况也是会心理上面压力也很大，越来越紧张，对，但是告诉自己说要放轻松，要平常心。最后一里路还是要自己走过去，对，父母只能陪在他身旁，谁都要走过。有鼓励他，有啊，就去文昌宫拜拜啊。去拜拜，希望题目拢会晓，会晓的拢写着。唔爱防疫，搁爱防止错线条。尤其是中考的学生，即摆是上尾一摆学测，老师一透早就到考场替学生加油。有的囡仔搁真紧张，互伊一寡信心，莫紧张。其实这一段时间主要是陪伴、鼓励跟给他们需要的东西，不用再跟他们说你们来不及了什么什么，也不用恐吓他们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他们是最后一次。考题搁真好解，毋过心中的压力就歹解。桃园病院爆出群聚感染，开车干那10分钟的桃园武陵高中的考场，学生喙罨挂安。虽然疫情紧张，毋过要写的老神在在。伫这种梦想的路，恁拢是上特别的。